日為爸爸媽媽推介一間廣州嘅親子酒店。酒店房可以揀大床又或者雙床 ，package 仲會包埋樂園或者水世界嘅雙人門票。樂園入面可以玩到超過30項遊樂設施，記得唔好錯過夜晚嘅夢迴嶺南演出。想消暑玩水嘅就可以揀去水世界，呢度作為大灣區最大嘅室內水上樂園，保證小朋友玩到唔捨得走。酒店亦會提供唔同嘅親子活動，例如扭氣球班。想做運動就可以嚟呢個24小時開放嘅健身室，或者去室內泳池游下水。酒店嘅自助早晚餐都有好多選擇，可以滿足到全家人嘅唔同口味。